虽然讲行政院共享工厂委员会目前呢，将老800岁在南浦严重的灾情，依然讲系医疗替太所造成嘅，老整文水库嘅跨期抽水工厂无关系。不过，除夕最近本日早上头，高雄县南马下乡嘅居民、老学者再别表示反对整文水库嘅跨期抽水嘅工厂，还指出讲已经喺施工嘅部分呢，差唔多全部本土沙埋汰咧。如果最近天堂見來見到，受呢個為相同嘅土沙，又或者病下來，故所就要求要停工。我水利署表示呢，跨期抽水工廠係咪會繼續做下流南浦用水嘅計劃，向下來總體討論過。他將無拉克風災發生前後嘅相片來比對，好似講已經停工嘅整文跨期人水工廠，因此南至先溪同羅東溪河壩地新工23工廠，總排50萬日氣候嘅人水土含有崩空，也做太水總發煤同內石底度，第三天同發生嘅頻率就增加，不僅行卡少講，送送嘅內石會引發行卡多嘅災情。那我們可以知道說，現在這一條災後是變成怎樣？災後變更大，好，災後變成更大。所以我們就可以想象得到，如果有地震或者豪雨的時候，這個會帶下來更多的土石流，所以我們再去建這個越引水工程，真的是浪費我們的民脂民膏。所以共享工廠會公布800歲在係認知落日落太多，唔係跨期人水工廠措施。不過南馬下鄉嘅居民認為，工廠總係一度嘅炸藥影響到體貌，將會造成災害，相當幾件高興嘅親戚朋友還能一級痛。我們在地人不可能會讓越引水再次的復工。我會引用這個第6台來講，我們一定用我們的生命來抗爭到底啦。對居民係做好正意見，水利署指講，整文水庫跨期人水工廠係咩繼續做，係能考量到南浦地區嘅水資源規劃，兩項你忙就決定。一個跟地方先溝通，就是就西隧道已經貫通的部分，先做一些安全的措施，免得已經挖好了這個隧道在地震中又有一些崩落等等的情況，我們暫時不會有任何的開發的行為在這個地方。整文水庫因為內石測到1嚴重，斷水量僅能傳到37%，呢個應付無空間使容納跨期人水嘅水量。工廠還通過事業團承帶，乃發生鐵通安全有問題。水利署多番考量了後，將決定係咪繼續通工。卡新聞 L 中嘅連建築廖文輝台北報道。